也在2021年的雷伊风台是互菲律宾的哈尼哥岛有8成学校拢害去，册嘛拢浸水。加上 COVID-19 已经影响，当地已经停课停2冬外。这个对象的囡仔，根据统计，只有3成左右的囡仔有读写的能力。囡仔教育袂当等。台湾的团队完善呼唤，今年就和当地 NGO 合作进行国际教育计划。今仔日的行入世界边界专题，咱就和乡亲来菲律宾当地关心这个囡仔未来。ESPO 是当地的小学，这个猪是每一个学生的宝贝，因为2年前的风台，甲学校的猪大部分拢拍去啊。晚上呼唤，从当地的学校合作，买了真侪猪，放伫每一间教室内底，希望让学生有较侪无共的学习机会。伫咧菲律宾，国小3年就开始用英语上课，这课本也是使用英语，所以晚山呼唤和当地 NGO 合作嘅阅读计划，会依照无共年级背适合因阅读能力嘅册，互囡仔会当看有。鼓励小孩们写读书心得，去追踪他们阅读的成效，然后这个读书心得也可以换奖品。学校安排固定的阅读时间，也规划户外亮灯啊，当作是朗读教室。晚上呼唤也用册当作是奖品，鼓励学生用画图代替读册心得，设计各种符合伫这引导模式，鼓励囡仔会当加看歌册。We saw the impact. We are now trying to replicate the whole program in all the different elementary schools. 阅读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，各种类型的阅读成效，也启动当地市长想要扩展这项计划。The book, what you love. You love reading. You love reading. 你看囡仔迄看册表情啊，你有感觉哦，迄真正囡仔比我更加认真，这毋过是一个。每一个父母拢希望看到的情形。虽然学生囡仔刷做的时间未到3年，不过晚山呼唤相信讲，逐工阅读的累积加上更较侪教育资源入来，囡仔将基本会登到稳定教育的一条路。记者洪兆成、黄文良伫菲律宾哈尼国队采访报道。